好，欢迎大家多轉來呢個客家苗栗福建吼第三段，留大家手機到嘅做 TTS 嘅做文本變語音，韓國嘅 ASR 呢個兩集技術都平常是都帶有哪度有缺點吼。比如講嘅TTS 嘅優點係哪度咧？第一隻佢詞言圖較高，比如講是做嘅生成唱較搶人嘅聲啦。第二隻多樣性，做嘅生成無咁樣顏色啊、芯片啊，無咁樣強調。即時性，佢做嘅當即時，眼皮就生產出東西。好，做嘅即間你想要做乜嘅就做嘅調整。好，做嘅去幫助佢哋看唔到嘅人，係嘛？韓國咧，佢自動化運用，比如講像人投行家下用到就係呢一種。第一隻詞言，我哋睇下哪些演強。詞言，意思係自然。語音合成技術做得生成當腔人詞言發音嘅語音。來睇下哪些演強。語音合成技術做得生成該腔人詞言發音嘅語音。語音合成技術做得生成該腔人詞言發音嘅語音。語音合成技術可以產生很像人自然發音的語音。我決定係乜嘅？係無準。好，雖然講做得係接近詞言，唔過還係無法度唱正經嘅嘢。好多你唱機器人念出來上，韓國佢會有漢字，比如講他無人講嘅強調其實唔會咧。韓國其實有大量嘅字眼，不過咧 ASR 有哪度嘅優勢來挑戰咧？比如講佢做嘅提高咧效率，睇下唔是按麻煩，因為韓國今日大號嘅那個字幕啊，係冇？韓國嘅逐字稿啊，係冇？做得用嘅東西做得很好啊！第二隻離偏便利，語音合成技術提供使用者含卡離偏嘅想法。語音合成技術提供使用者更便利的生活。